今天收到這個快遞，據鑰匙是渣門灣仔的一位粉絲發過來的，是寄來了一把別克的汽車鑰匙。鑰匙的外殼是壞的，渣門現在拿到鑰匙之後，給它進行升級改裝。先檢測一下主板，主板是沒有問題。檢測好之後，渣門拿出拆解工具，把這個殼子拆開，拆開鑰匙的外殼，取出裡面的芯片主板，就可以來進行升級改裝。渣門這邊是專業升級汽車鑰匙的，不管你開的是什麼車，新款車、老款車都可以升級。現在一個按鍵接兩條線路，先給它焊接上去，接好按鍵，接一下正負極。接好線路之後，拿出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裝上鑰匙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別克汽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選配了渣門亮黑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好看的這個款式。這個款式的話比較大氣，渣門升級好的鑰匙，現在可以觸摸操作，就不用再調按鍵了，而且還會升級。靠近車是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，是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升窗也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就會升級新功能，升級新外觀。現在鑰匙升級好，重新檢測信號按鍵正常，沒有問題，就可以發回去還給粉絲。